氣棚即係我諗，即係唔多唔少，即係日常生活裡面都總會接觸到、見得到嘅。因為有好多荷彈嘅活動啊，或者係盂蘭嘅一啲活動咧，都會見得到。可能喺個操場上邊或者運動場上邊咧，會有一個龐然大物嘅臨時建築。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氣棚嚟嘅。我哋傳統搭建神功氣棚嗰個技術技藝喺邊度傳統落嚟咧？邊度傳承落嚟咧？中國。但係調翻轉，依家中國冇神功氣棚嘅。你甚至乎外國嘅地方都冇。我哋唯一驕傲一樣嘢係咩咧？神功氣棚，咁唯一係香港獨有。咁變咗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大概係80年代、90年代咧，其實就每年都係好似當係去一個參加一件大事咁樣咧，即係去見到個棚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去趁墟咁樣咯。當然會裡面會做神功戲啦，做大戲啦。咁啊，但係個棚側邊咧都會有好多小食攤檔嘅，咁變咗個氣氛係非常之熱鬧。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個感受就係點解個棚對於我嚟講個感受其實就係一個文化，或者叫傳統嘅香港街道文化嘅一個體現咯。我自己搭神功氣棚呢個係家族嘅工作嚟嘅，咁嚟到我就已經係第4代㗎啦。氣棚嘅意義咧就等於我嘅生命啦，因為我係由我自己識人性嘅時候就開始接觸啦。我哋即係發現香港有正式有氣棚嘅文字又好，或者叫做畫像嘅記錄咧，可能已經去到1850年代。即係講緊係即係英國人即係管治香港嘅時候嘅一個年代。當時其實香港成個地方都見得到，都係真係用呢類型即係臨時搭建嘅氣棚嚟到去做嘅。至去到70、80年代嗰個年代咧，就更加係即係市民去消遣一個主要嘅一個留念嘅地方嚟嘅。咁變咗當時就大概如果全港嚟計咧，就大概可能有過百台嘅神功戲喺全港每年係上演咁樣嘅。咁嗰時個需求就非常之大。譬如我哋搭建築棚又好，或者工程棚又好，咁其實相對呢啲咧係喺個行業裡面係叫做入門少少簡單啲嘅一個嘅技藝。咁但係咧，當你搭到出色嘅時候，要去搭氣棚咧就另外一回事。因為氣棚係一個無中生有嘅嘢嚟嘅，即係喺個平地上邊冇任何嘅依附物，亦都冇得俾你去挨住，冇得俾你去借力嘅地方。你要搭一個自己可以穩陣地企喺度嘅唔會冧嘅棚咧，其實唔係簡單咯。例如好似依家呢個誕，咁佢係差唔多1年嘅時間去籌備，裡面係坐1200位嘅觀眾，咁嗰個尺寸又要係計到俾大會，同埋我哋要衡量我哋幾多個師傅做幾多個工作天先至可以完成咯。就係呢個籌備計劃都要幾耐嘅時間。其實早幾十年前，即係香港嘅戲班其實係好出名嘅，即係粵港澳3地嘅演大戲嘅戲班，其實大家都係用同一組嘅戲班嚟到來回演出嘅。咁嗰個年代其實就相對地香港嘅戲棚業咧就係都係高峰期。咁但係都係當講緊去到20、30年前開始演戲嘅人或者要睇戲嘅人少咗，咁戲棚都係相對地係少咗好多嘅。咁但係我哋要點樣去保留或者叫保育或者叫將氣棚再延伸出嚟咧？未必係用個氣棚嚟到演戲啦。即係用個氣棚，可能係裡面搞一啲嘉年華會啊，甚至乎即係可能有啲意見，可能喺個氣棚上邊搞一啲盛事，可能係搭一個氣棚嘅外殼，咁但係裡面神功戲嘅部分可能已經抽離咗，咁變咗呢個氣棚就有一個新嘅生命，或者叫有一個新嘅個形式嚟出現。